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米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米古生活周遭古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单字是什么吧。第一个单字是马西亚克，马西亚克。马西亚克呢的意思是说害羞或者是不好意思。然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等一下你去台上表演嘛，你就说不要啦，马西亚就是不好意思啊，不要啦，害羞的意思。那如果呢，在部落说族语啊，或是在部落给苏啾的时候呢，我就会说玛雅马西亚。玛雅马西亚就是不要害羞。我们今天的例句，玛雅马西亚，玛雅就是不要，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我不要这个东西，玛雅就是不要。那玛雅马西亚就是说不要害羞，不要不好意思，大方一点。那刚刚有讲到给苏啾的时候也要玛雅马西亚嘛。给苏啾的意思呢，就是去找另一半啊，去找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去找朋友。像过去不会直接把给苏啾不常直接用在找男女朋友，但现在通常我们讲给苏啾呢，就是去找男女朋友或者是找朋友。那这样也可以延伸用来做比如说谈恋爱啊，或是讲现代一点的用法就是爱情，给苏啾就可以这样子用。那前几集呢，我们有分享到给这个前缀词，它的意思呢有获得啊，或是取得。比如说前面我们有聊过给白薯就是赚钱，白薯是钱嘛，那加上给这个前缀词就是去获得钱，去取得钱就是赚钱，给白薯。那你要去采什么野菜，或是采什么叶子，或是去捕鱼，都可以加这个gi，然后再加上它本来的单字。比如说，刚刚讲到捕鱼，鱼叫做七稿。那如果我要去捕鱼或者去抓鱼，就会说给七稿，就是给这个是蛮常看到的，它好像会让一个你原本有点熟悉的单字变得又好像不是这么熟悉。那你如果听到这个单字的前面是一个给开头，就是 ka 开头的话，就可以想这应该是要去取得或去采集这样东西获得它。那今天教的给苏啾呢，就是去找男女朋友、找另一半的意思。好，那我们的例句呢，就是说，如果呢你要追求男朋友或是追求女朋友，玛雅马西亚，不要害羞，怎么说呢？努乌里基苏啾顺，玛雅马西亚，努乌里基苏啾顺，玛雅马西亚。努呢有假设的语气，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什么事，就可以用努来开头。乌里呢有一种未来，就是如果你以后要就是找男女朋友啊，你就不要害羞。努乌里就是有假设跟未来的意思。那给苏啾就是我们今天的找另一半的意思，然后顺是你。好，玛雅马西亚就是刚刚教的单字，不要害羞，不要害臊，大方一点。我们再练习一次这一句，因为它比较长哈。努乌里给苏啾顺，玛雅马西亚。努乌里给苏啾顺，玛雅马西亚。如果你要追求另一半，就不要害羞。好，前阵子呢，还有一个蛮流行的用语，就是像极了爱情。这是呢，我们一个朋友呢，他要鼓励他分享的，他也有做一个比较用创意的方式分享族语，然后他们跟呜呜两个人一起聊一聊，就是像极了爱情可以怎么用排湾族语来说呢？就说那玛亚多给苏啾，就是怎么很像。爱情啊，怎么好像要去找另一半那种暧昧的感觉，就是那玛亚多啊给苏啾。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的单字是 Cavil， 那个 LJ 在后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尾音是 l 的音 Cavil 这个单字呢，它可以是1年2年的那个民国几年的年，那它也可以用来讲说一个人几岁了，可以用 Cavil 这个单字。那下一句呢，就是我们来看到 Cavil 的例句。如果要问一个人说你几岁，好，你几岁了，可以说 Bidanga su Cavil， Bidanga su Cavil。Bida 呢是在问多少，就是问数量。
比如说问多少钱，比达白薯也可以用比达这个问数量的疑问词。那安啊呢是有已经，因为我们不会直接问人家几年嘛，会问说你已经你已经活了几年，你已经过了几年，就是问他的年纪，所以要加安啊这个字。那苏就是你的所有格，差维呢就是年或是岁。那在这边呢问比达啊苏差维就是问你几岁了。好，那怎么回答呢？如果假设我20岁，我就说卢萨布鲁昂阿古查维了。卢萨布鲁就是20。那如果你是其他的数字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在底下留言问我，我可以回答你们。那安啊呢，就是我已经20年了，就是我20岁的意思。古就是我的年龄呢是20岁，就是卢萨布鲁昂阿古查维。好，接着呢，这个马路瓦这个单字呢，在家庭里面可能会蛮常见的，就是在排湾族的家庭，就妈妈就是不耐烦，或者是长辈不耐烦，就说好了，够了，不要再讲了，就说马路瓦，再下去就要生气咯，马路瓦就是够了。那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呢，这个单字叫嘎出vùng，嘎出vùng也有足够了、满足了的意思。那前阵子很流行，好了就好了，够咯，好了就好了，好了就好了呢，就可以说嘎出风啊啊，嘎出风啊啊，好了就好了，就是人家开玩笑开过头，你就跟他说嘎出风啊啊，好了就好了，这样子。好，那接着呢，这个单字跟嘎出风有点像哦，它加了前缀词吗？马嘎出风呢是指一个人呢，他已经足够年纪了，然后年纪满足了到一个阶级嘛阶层，就叫马嘎出风，就是说成年人或是青年。那在部落里面呢，讲年轻人、青年都会讲马嘎出风。好，接着呢，如果我们要讲一群年轻人，就是很多，我们就会用重复的方式。在南岛语族，很多的原住民族啊，南岛语族都会有那个重复，代表很多的意思。像马嘎出风是讲一个年轻人，那如果我们要讲一群青年，比如说青年会的这群青年们，我们就会重复叫马嘎出风。马嘎出风，那有的地方呢不会发歌的音，就会说马阿出风，马阿出风，就是指一群年轻人们、青年们。好，青年们呢有谁呢？有男生有女生。那男生呢叫做这个单字五嘎来，五嘎来是指男性或者是男人、男生都可以。那如果是2个以上的男生呢？好，一样很简单的，就是重复。五嘎来就是一群男生、一群男性、一群男人都可以用五嘎来。那不发歌的音呢，就五阿来。好，这个 LJ 呢比较不好发音，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跟着再念一次。一个男生叫五嘎来。好，我们发这个 LJ 的音的时候，嘴巴会有点像微笑一样，这样子来，五嘎来。那很多男生，一群男生呢，就五嘎来。好，就是一群男生们。好，那接着呢，青年们呢，还有女性嘛，女生就叫 Vavayan。好，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好念 Vavayan。好，那如果是一群女生呢，同样的就是重复。Vavayan 就是指一群女生、一群女性或是一群女人，就 Vavayan。这就是我们今天阿里马朱玛跟大家分享的排湾族语小单字，谢谢大家，马萨鲁阿拉瓦茨，拜拜。